大家看清楚，阿爹呢要跑步要淺淡噶，阿爹重重關鎖，阿爹呢隨後呢要跪下書上斷水，看清楚啦，佢而家冇架到嘅咧，看到未啊？佢隨後要跪。所以講裏邊嘅路線呢，極衝大家就看你就啲啦，有冇所謂嗌講咯？本身佢就水溜個咯，呢線上嘅跑步啊，淺淡，淺淡呢，我呢個老身要斷水啊，斷咗水就要顯上嚟㗎，嘅淺淡跑步嘅。裏面呢個重重關鎖，太土山呢要顧下，大家看清楚，唔好講架度噶。大家看看裏面嘅鐵腳嚟嘅衝度，要按肩嘛，要加水係最極下啲。大家看清楚，我要看住就啲，其次大家看看呢個做按肩度嘛，其實伸咗落個地下度啦。前面長曲潮汕，弄下青龍嗰陣啊，青龍呢，左邊青龍重重產婦嘅，重重產婦，大家看清楚啊！唔該，來龍村鎮高猛。自行了檢水山學運行路咯，幾個字嘅。又太遠尖山富平，我幾個字。呢背山燈嘅，照片包袱。大家看看，要點乜符？大家看看佢產婦，你有冇內籠呢？寫攞個內籠嘅，攞個天馬山個內籠嘅，即係攞住村人個馬個籠。香港要就土山，內籠破翻過來啦。其實馬山線啊，大家看啦，其實平好睇嘅。太遠捐山㗎，太遠捐山圖片，住宅上，你記個字啊！大家看清楚啊！一伸就落個地下啦，跳個地下咧，大家看看做按肩咯嘛？其實天呢就出到長風吹氣撇實啦。大家看看我做按肩龍喎，有啲喎，同高處撈佢上去先。有啲呢啲船呢係撩水度做嘅，出嚟大家欣賞啊！今次啊，拍拍長長嘅滿園左右嘅人，大家看啦，個身線就攞過嚟啦。個身線一身就攞過嚟，看啦，右邊把斧，鏟咗，看啦，左邊青龍嗰邊，你看到就明白啦。在全地天就看到刺激冇刺激啦，左右兩邊照俾你看啦。
大家看下做安檢有冇啊？感謝大家看看。一伸咗落個頭啦，看清楚啊！一伸咗落個，謝謝大家欣賞啊！